你是不是又在焦虑了？看着朋友圈里别人晒出的成绩单、晋升通知，或者是刚刚拿到的证书，再看看自己好像每天都在努力，却总是看不到尽头，也听不到回响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已经过了最好的年纪？是不是我真的比别人慢半拍？深夜的台灯下，只有你和这堆怎么也看不完的资料对峙着。我想给你讲一个关于竹子的故事。在最初的4年里，竹子只能长高3厘米，没人看得到它的努力，甚至有人嘲笑它长得太慢。但其实在你看不到的地下，它的根系正在疯狂地蔓延，延伸了几百平米，直到第5年，它才开始破土而出，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冲向云端。所谓的一夜成名，往往都是百炼成钢，哪怕无人知晓，也有向下扎根。在这沉默的土里，在此刻的深夜时分，不必羡慕谁的春天，你有你的时辰。等风起的时候，你就是那片森林。亲爱的，学习本来就是一件烦人性的苦差事，感到痛苦，说明你正在上坡，别被别人的节奏打乱了你的步伐。纽约时间比加州时间早3个小时，但加州并没有变慢。有些人22岁就毕业了，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。有些人25岁当上 CEO， 却在50岁去世。也有些人50岁才当上 CEO， 活到了90岁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，你没有落后，你没有领先，在你的时区里，一切都准时。流水不争先，真的是滔滔不绝，这把此刻的孤独当作是扎根的养分吧。这里是月系深夜私语，每周5晚上10点，愿你耐得住寂寞，受得住繁华。晚安，未来的大叔。